嘉义关田古迹玫瑰堂已经有成百档的历史，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的祖厝。对去年开始有开放，予大家去参观，嘛来推广艺术文化。即阵玫瑰堂因也举办实农教育的活动，让民众会当落田来体验，感受这片土地。 详细了解每一间房间，讲伫遮捌发生过的故事。嘉义关田古迹玫瑰堂结合在地农民种的农特产，要透过艺术导览甲实农教育的活动，让大家来认捌新港。感觉就是真好啊，因为这是好无教的代志。然后这是阮第一届入来玫瑰堂啦，对。然后看伊的厝啊，拢保存甲足好的。除了玫瑰堂的导览活动，佮带因来到山地，大人甲囡仔唔但学习环卫知识，佮体验现办现食实农教育。有家长就讲，囡仔会当遮尔walk进土地来感受土地，会当互因有真深的印象。会使甲田内底去，亲手办环卫，啊，伫遮青现食安尼，啊，我感觉对囡仔来讲，伊对即个农作物有足深的印象安尼，嘿。紫色的环卫，啊，咱后壁这就是迄个双色的环卫，白色甲黄色，水果环卫，这无共款的环卫，啊，互遮囡仔吼来甲咱园的吼来耍，来接触，吼来接受咱的大自然。啊，咧希望讲小朋友也是走出教室外，然后踏出文化场域，嘛，是行入咱的农田内底，自己体验这个新鲜的蔬果采摘的乐趣安尼。 关田古迹玫瑰堂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祖厝，为去年年初开放到大，请真侪家庭来到遮参观。为了要丰富遮的文化内容，即马甲在地农民举办实农教育，要互来玫瑰堂的人除了有艺术的体验，嘛会当认捌新港在地的滋味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